開心大發現！大家好，我係爽文，我係爽傑，我係爽波。今日我哋為大家揭示一下細胞上面嘅跨膜運輸。係啦，呢粒就係細胞。當我哋嚟睇下細胞膜上面發生咗啲乜嘢事啦。係咪？呢個係一個細胞膜，佢係具有流動性嘅輪脂雙層分子，而呢兩個係載體蛋白。每一個載體蛋白都係有佢嘅專一性。呢個獨立嘅係輪脂分子，左面就係細胞嘅內部，右面就係細胞嘅出面。咁出面咧有啲游離嘅分子同埋離子，準備要入去呢個細胞度。咁咧，究竟佢哋係點樣入去呢個細胞入面嘅咧？而家游離喺細胞外部嘅離子同埋分子準備進入細胞內，究竟佢哋點樣進入呢？我哋嚟睇一睇呢個水分子啦。水分子係一個比較細嘅分子，所以佢可以自由地進出細胞膜上面嘅輪脂雙分子層。物質通過簡單嘅擴散作用進入細胞，稱為自由擴散。而較大嘅分子唔能夠自由通過細胞膜，例如鈉離子，但係鑲嵌喺細胞膜上面嘅載體蛋白就可以協助佢通過啦。載體蛋白係有專一性嘅，所以每個載體蛋白只可以讓一種分子或者離子通過。如果鉀離子去到一個唔係屬於佢通過嘅載體蛋白上面，就係唔可以通過噶啦。但係當佢揾翻佢專屬嘅載體蛋白，佢就可以通過進入細胞內。進出細胞膜嘅物質借助載體蛋白嘅擴散，稱為協助擴散。細胞通過被動運輸吸收到物質時，雖然不需要消耗能量，但需要細胞膜兩側嘅濃度差。如果物質從低濃度一側運輸到高濃度一側，物質需要載體蛋白嘅協助，同時還需要消耗細胞內化學反應所釋放嘅能量。呢一種方式我哋叫做主動運輸，就好似呢個細胞內嘅鉀離子濃度高過細胞外，呢個時候鉀離子就進行逆濃度梯度運輸。鉀離子會借助載體蛋白運輸到細胞外。